約翰福音16:33節，讓人講到耶穌講，隆重愛你哋，為了在我嘅內中，你得到平安。在世道理的，雖然世界為得到痛苦，得到人欺負，本問題欺負，本問題咪到世界痛苦，但係佢交代世界，並強世界嘅心。因為耶穌講愛已經打仗呢個世界了，嗱，所以是假設係讓人聽耶穌上帝，聽耶穌勸前佢本是個力量，因為到佢講呢個世界已經會打仗了，所以耶穌嘅方面是個世界能夠讓一切嘅痛苦欺負世界嘅受難，欺負世界嘅煩惱。欺負世界嘅，為了咩呢？世界得到平安，在耶穌嘅內中，所以世界在耶穌裏面，世界得到平安，得到快樂，得到喜樂，所以讓世界係站穩信心，在耶穌基督裏面，因為到其家裏世界嘅行道，唔係咁容易嘅日子，世界都痛苦，咁多煩惱，咁多不捨。但係在耶穌裏面，世界得到新嘅力量；在耶穌裏面，世界得到新嘅精神嚟對付一切呢個問題、痛苦、欺負世界嘅。嗱，我相信係世界要接呢用信心，世界得到嘅力量。呢係一個小病嘅心肝氣，我禱告本隆重同時姊妹，可能有問題要痛苦，嗱，做有問題要痛苦嘅小心肝氣嘅病，佢用信心去接呢個能力，用信心去接呢個信者，你嚟佢打法，你嚟佢通才，帶佢嘅心理，帶佢嘅特性，要平痛，嘛嘅平如何？奉耶穌基督嘅鞭傷，在耶穌基督嘅名，支持嘅身體健康。阿門。